大家叫你新年快樂，一到係年初一，我相信隆重要特คนสี快樂。งั้น個新經講喺夜大啊43、48節人樣講咗，一個反義講唔望乜幫拜過去，唔愛生石，唔愛事先，切題嘅隆重熱日，唔愛乜唔愛其實一樣嘅，唔愛快樂。新年以嚟係乜嘅人都係一個新經節喺講啦，佢一提切住節嚟講，你看上啲講係做新嘅。意思嚟講咪上帝推新嘅路本嘢，新嘅盼望本嘢，新嘅前途嘅本嘢，唔好記得咁崩敗嘅，從新嘅嚟從係你新人，我相信係個時嘅日新嚟勸前上帝，勸前主耶穌，上帝本呢個聰明智慧，嚟本個靈感，嚟行呢一個條路，行呢一個身法，我相信越片變看到冇路嘅，變能夠開路呢個家，看到冇辦法嘅，變能夠祝福呢個家，正上有路，因為到佢講你看。係做新嘅本嘢，勸人上帝，越顯出緊要新嘅條路、新嘅盼望、新嘅前途，隆重新嘅祝福世界，撒出緊要挑戰，係新年嘅，撒出緊要救主，阿門。